咧就滿咗一半嘅觀眾啦，因為我識得有啲家長啊或者學校咧都話組織啲人過嚟打氣，到時嘅氣氛就好好噶啦。係，同埋俾啲年青運動員睇下呢啲大賽氣氛，感染下對華蘭咧。就呢次賽程就得喎，得意喎，400係啊，通常唔會嘅，因為齊咁咪唔可以兼項咯。係啊。咁但係而家咁高嘅水準嘅賽事咧，好少話我跑400及400欄㗎，一定專注一個項目㗎啦。仲有4×4啦，同埋混合4×4嘅接力㗎嘛。係跑咁多項搞唔掂。咁留意咧就係黃又南咧第8線中國香港嘅選手，咁佢有冇辦法跟住斯里蘭卡第9線嘅選手帶快佢咧？佢彈出嚟都猛喎。係啊，佢都唔係甩好遠㗎啦。好猛喎，出嚟個速度係。咁暫時咧，佢兩個咧好似帶甩咗埋邊少少嘅。跟住喺裏邊線咧開始有選手上啦，中國選手黃偉笈咧就喺第5線嘅，應該咧就有機會追上去追到黃又南嘅。咁而外線斯里蘭卡運動員就真係攬下，好似唔使用力咁樣，已經帶甩晒後邊啦。應該如無意外咧，佢都可以 keep 到翻嚟嘅。咁睇下中國選手葉偉笈咧，紅衫嗰位啊，可唔可以捱到個第2翻嚟啦？但係埋邊啦，亦都有選手印度啊，又係印度啊，400米都好強嘅印度。咁啊睇住嚟上，真係犀利，冇辦法啦！嗰46啊收復翻，有40秒嘅實力，真係可以咁輕鬆。咦，黃又南應該唔會太慢喎，跟到翻嚟好似第4喎。係第4名，第4名，第4。第1名啊，斯里蘭卡選手46秒16。好啦，我哋就欣賞下呢個咁靚嘅跑姿嘅斯里蘭卡選手，動作咧就上身好放鬆，同埋嗰個步咧就唔會話攬太大步 ，keep 住個步頻，最緊要輕鬆散力。喺400嚟講，47秒75啊，黃又南。中國香港47秒75。睇一睇佢有冇機會做咗個 PB 出嚟喎，佢本身跑48秒73，佢跟快咗啊嘛，外邊線嗰個好大係啊，佢頭200嗰度，佢同埋快得嚟，佢好流暢嘅，其實都唔係好夾硬。應該入到第2槍。係啊，應該有啊，係啊。佢因為你見到阿黃又南，佢臨尾雖然都係墮後咗，但係佢冇頭先幾個女子運動員咁爆咗啊嘛，佢仲係 keep 到翻嚟噶嘛。